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18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阻止海外求职诈骗事件发生，台南市政府上午启动全方位的阻挡诈骗，结合警察局、教育局、甲观光旅游局，为警方打击犯罪，学校教育宣导，甲旅行社主动发觉通报这3方面，来阻挡海外求职诈骗。 而且市府阁提供奖金，鼓励通报，共同打击领抓集团。最近时常传出骗局诈骗集团骗到国外、柬埔寨等事件不断。经过台南市警察局的统计，对7月10号到8月17受理报案的有33件，到目前有3位被救回台湾。上午透过市府的记者会，被害人嘛发声，讲出伫国外如何被卖来卖去。 并且被严刑拷打的过程。他又叫我去骗诈骗集团的钱。他跟我说他朋友被这间公司骗，跟我说要去完柬埔寨之后，然后说钱在台湾他拿到之后，他会安排的把我接走。就那个车主就安排一间酒店帮我，就住了一个晚上，隔天就桃园机场飞去柬埔寨。手机被抄完之后被打，头被打到受伤不行。就是那个主管拿着木头椅子、小凳子打的，然后四张全部都被他打碎，然后他就叫人上去拿电很大只的电击棒，然后来电木头椅脚，然后打我，刚好打到我的头就流血。 刚刚在影片里面，你们也听到了哦，他就是用这些桌椅打他，把4张椅子都打到他头破血流，所以这是完全的不人道待遇，等于是虐待。所以包括我们的国人到东南亚哦，到举例来讲，到柬埔寨，不但是身体的健康会受到伤害，连生命的安全都不一定能够确保。所以我们还是积极的呼吁啊。 所有的市民、好朋友，周遭如果有人要再继续去东南亚，不管是去工作、去旅游或者任何的这一个目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予以沟通劝阻啊。目前当下还是有存在着很大的一个危险的危机。为了打击海外诈骗，台南市政府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结合警察局、教育局、加观光旅游局。 希望对3方面来落手，启动全方位来阻挡海外求职的诈骗，而且佮祭出奖金，鼓励旅行社主动发觉并且通报。与其已经人到了他乡异地被控制之后才机警报警，不如人就不要出去。因此呢，我们在教育系统跟观光旅游系统的旅行社就能设下了拦阻的这个部分。在教育系统方面，我们启动校安宣导。 好，跟维护啊，除了校安，除了劝导暑假不要飙车，好，不要接触毒品之外，也不要听信这种所谓国外打工的这种谣言。第二，好，在旅行社端，因为出国参加诈骗集团，不管是出于自愿，或者是被迫，或者是被骗，其实他都要办护照的，都要买机票的。所以说，这个护照跟机票这2关，我们都请旅行社严加把关，从无偿的义务的帮你守护。 变成有偿的，能够协助办案破获这个犯罪集团，然后保障国人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买机票的话，如果他的譬如说年纪很轻，别人帮他付钱，这些部分旅行社希望能够帮忙过滤。如果过滤出来，他还是机票照卖，但是私下通报我们的警政系统。那如果因为这样在机场拦下来，或在出发前拦下来，或在任何时刻只要不要离开中华民国国境。 被拦下来，那集团被破获，防止了后续有人持续被害。这样的话，我们一个人原则上是，譬如说这一团有5个被害者，不管他出于自愿或者被迫，5个受害者，那我们就一个人2万块钱，好的这个奖金，那5个人就10万了，哈。那希望能够有效的这个降低或减少这样的一个犯罪。市长表示，民众只要报案。 目前拢会先将资料送到外交部，通报权责的驻外单位来处理。虽然中央有中央的处理方式，目前台南市总共有372个人出境到柬埔寨，
因此地方嘛先派人来查访，看是毋是有甲厝内面的人联系，或者是遭受人蛇集团的控制，共同来打击不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市府最近伫个传统市场甲夜市用快闪的方式发放50块的抵用券，来鼓励市民消费。不过，这种促销的手法，看伫个市场参选人柯中信的眼中，却认为是针对踅夜市的少年朋友做个人公关，所以嘛要求应该是爱充分补助公有市场的使用费。每一天透早，市场参选人柯中信家己一个人拢会到市场拜票，发送催案文宣品，同时听出基层的心声。伊发现受疫情的冲击，虽然市场周边的店家人潮拢恢复，不过市场内依然冷冷清清。柯中信相当感慨，所以18号召开记者会。以将军公有市场只剩2-3大店困境为例，结果市府只提供3个月使用费甲1000加费减免，也是拍7折补助3个月。不过却大动作以市场厝的预算来买50块礼券发送给夜市的青年朋友。伊强烈批评，除了把些公务人员休困的时间，而且是用公款做个人竞选公关。这边是他们补助了也是3个月，但是他们可以延长，只要疫情没有改善，就视情况延长。补助多少？补助80%。所以新北市的公有市场跟公有道路所形成的夜市，他们是补助80%，而且没有3个月的硬性的限制。而我们台南市公有市场的摊位以及公有市场公有道路所形成的夜市，我们是只补助3成，所以这个对我们台南呢非常的不公平，尤其是这些公有市场的摊商。那我就会怀疑呢，黄市长你都有办法把市场处理的预算拿来购买小礼物在夜市发放，你为什么没有钱可以去补助我们这公有市场这些摊商？尤其我图片上欧湾敖行那个公有市场现在不是门可罗雀，根本没有门面对参选人柯中信开记者会，强烈质疑，经发出发表书面新闻稿表示，疫情稳定以后，就积极振兴传统市场的经济，不只将租金调降3成3个月，更透过快闪的形式发送50块的抵用券。借此鼓励市民来消费，估计已经办69场，发出超过14000多张的抵用券，创造至少280多万的营收。对着柯中信先生无理解政策内容，而且误导，表达遗憾。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民歌是真侪4、5年级生共同的回忆。伫个80年代，民歌西餐厅是一间开过一间。不过无奈，因为时代变迁，民歌餐厅渐渐没落。如今全国只剩一间纯民歌餐厅，真辛苦的经营。但是真可惜的是，餐厅最近传出将伫个月底停业。消息一传出，也互一寡热爱民歌的民众真拢听歌，希望唯一的民歌餐厅会当继续营业。像是去看石头。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一首李宗盛的《山丘》，唱出木棉道民歌餐厅头家杨景惠心声。过去咱风光一时的民歌餐厅，不敌时代变迁，如今伫全国只剩台南这间木棉道犹原伫营业。但这2档的疫情，加上厝主有意想要调起房租，种种加起来，让杨景惠无法度阁撑落去。传出餐厅将伫8月底停止营业。疫情过后，陆续景气复苏，然后因为我们房东可以要升房租那当然也有他的考量。那因为这目前的租金对我们来讲，可能我无法承受。那虽然我已经经营12年了可是也不得不忍痛要放弃因为现在如果还要去找另外一个地方的话。
可能投资的金额会特别高。那因为你知道，民歌餐厅是属于小众市场所以大概我们打平就非常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营运到8月底结束。月底将天涯消息一出，后备少民歌粉丝相当唔甘，特别小少前来听歌，因表示知影这款消息，让人伤感，希望餐厅会当继续营业。忽然间听到老板这么讲，有点感伤啊，对，然后。现在年轻人也很少跑这种地方，但是我是觉得说现在都是老歌新唱的时代，那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不管说什么年龄层的都可以过来。才想刚来有好好的回忆，他说到月底，但是希望说可以留下来，因为讲真的是希望大家能祈祷环东可以帮忙一下。不止一般的民众前来支持，就连议员吕维应也特别前来赞声。在这边有很多大家青春的回忆，特别我也是从小然后到大的一个忠实的顾客，那今天听到他将在这个月底来结束营业，其实心中非常的不舍，所以特别也利用最近这些时间能够尽量让自己有空来这个木棉道来这个享受一下最后的这个民歌的回忆。虽然民歌如今只剩小众市场，不过杨锦惠表示，为了爱听民歌的听众，伊也是会继续努力，甲厝主沟通到最后一刻，希望厝主会当思考一下，让因继续伫这营业。而且跟他讲说，如果以单纯前面承租下来的话，那租金我们再来瞧看看这样子那我希望在8月底之前，或许房东看能不能再另外思考一下。可以让我继续承租下来，然后如果没办法，其实我也不勉强，因为每个人的想法跟立场，我们不去勉强他这样子。木棉道见证台湾为民歌到流行音乐历史，多年来也培育出60-70位歌手。经典演唱组合动力火车就是最佳代表，李宗盛、潘越云、王志平甲凡人二重唱，也拢曾经伫木棉道登台。餐厅至今也维持固定伫每礼拜四以及拜六有乐团演唱。真侪老顾客知影木棉道将要停业，最近也小少回来听歌，感受民歌所带来的美好。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为了迎接台南建成400年，安平一间伴手礼业者脑筋动了真紧，特别设计出安平古堡造型的礼盒，让外地游客来佚佗的时阵，也会当将台南的特色带回去。而且店内高点原料，阁是用台南好米来制作，不但健康环保，口味也受到娱乐。台南安平是真侪国内外游客上爱到访的旅游胜地，为伫咧安平路顶的府都古味轩，特别设计出具有台南特色伴手礼礼盒，造型参考安平古堡来制作，木质外观相当有质感，吸引众人目光。我们这些伴手礼，每一样东西我们都有一个特色在，尤其是这一个安平古堡，我希望的就是大家来到安平，能够把安平古堡带回家。我们里面装的是米做的杏仁酥，销售给客人是这样子的一个盒子，上面是让大家回去自己 DIY， 这个直接都已经是只要把它掰开，就可以组合成上面的一个古堡。伴手礼盒不止外形加分，就连内底糕点嘛真用心。业者特别选用台南好米作为食材原料，不但健康环保，还会当帮助农民行销。我们的伴手礼是用米做的一些糕饼，大家会觉得很奇怪。米可以做出什么糕饼呢？很多人都停留在米果、米香，那我们是跳脱了这个领域，我们所做的这些米的伴手礼，我们可以做凤梨酥、杏仁酥等等。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来推广这个米制品，能够让大家吃得健康，然后另外我们也可以帮助农民。一道切落，这个月饼虽然看起来并无什么无同，但其实这是用米所制作，口味究竟如何？让这位小姐来讲看卖。
其实跟月饼吃起来，差不多。如果没有讲的话，我吃不出来。不知道它是米做的，我完全不知道它是米做的，因为很好吃。很好吃。2冬后就是台南建成400冬的日子，府都古味轩特别设计出这具有台南特色的盘手礼礼肉，相信一定让受到真侪国内外游客喜爱。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精心设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收礼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精心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则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下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的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静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好，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好，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第一届台南市爱心义场杯街头艺术展演竞赛将在中秋节连续假期举办。主办单位中华爱心艺术文创总会特别召开活动宣传的记者会，包括议员林荣义甲陈怡珍的助理拢到场相听，邀请民众踊跃参加。由台南市议会主办，中华爱心艺术文创总会来申办第一届台南市爱心义场杯街头艺术展演的竞赛，9月9号将伫台南公园来举办，邀请街头艺人、
乐队的团体、甲民间艺术技艺表演，欢迎民众踊跃参加。无论你民间有啥物款的活动、记忆的活动，舞蹈、唱歌、特技，也是迄个动叉、迄个要讲啥哈？庙会迄种的点头，迄嘛拢算民间艺术，咱是为着要甲这个社会有一个温馨、快乐、健康的美好的环境咱来结合这种的艺术来做一个表演的空间，大家拢有一个健康娱乐这表演的这个舞台。在做爱心嘛，在弘扬主要宗旨就是爱心。伊的爱心呢，伊的陈述足广，未来见到伊的艺术的表演主要今仔开这个记者会，就是要拜托咱这各媒体咱这先生小姐打这个中华爱心这个所要办的代志，打迄个报道出去，或这个爱心的永远带咱这个社会做一个公益。主办单位表示，举办爱心街头艺术多方面的竞赛。一方面提供街头艺术一个表演的舞台，另外嘛希望为社会带来温馨甲快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举办过2届消防彩绘花灯活动，而且伫个日前，佫将650粒花灯寄去日本做展出。第3届消防花灯画图比赛，嘛由市长黄伟哲甲消防局的同仁前往树顶武庙上香祈福之后正式启动。希望借着消防花灯的彩绘，互防火观念向下扎根，同时进行大力城市外交。台南市消防局伫今年02年期间举办消防花灯彩绘活动，互消防局中正分队以及台湾树顶武庙成为旅客驻足的观光景点。近日的活动结束了后，前往日本群马县前桥市赤城山夏日祭典展出。成功进行台日外交。它像是乌鸦天狗，就是刚好在我们的水上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跟消防局觉得这样的交流很有意义。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日治时代的那个市长于鸟佑男的出生地就是前桥市，所以今年我们把那个牵线，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把前桥跟台南做一个交流。延续活动日料，台南市长黄伟哲伫消防局同仁陪同之下，共同伫台湾树顶武庙上香祈福，祈求台南市民风调雨顺。同时宣布消防花灯彩绘活动正式启动。今仔日主题是火神保佑、平安祈福、福成百年，除岁应平安。拄则来甲咱的关圣帝君南天上帝咱的关帝爷以及咱的火德神君来敬拜祈求，是希望讲咱这个风灾会当做了好。消防局结合台湾树顶武庙火德神君，就是民间俗称的火神爷，推广防火灾宣导以及鼓励防灾，借着消防花灯的制作，就防火观念向下扎根。那即日起呢，各位民众可以到我们的辖区，也就是第7大队辖区的消防队领取消防灯笼，回去做绘画。那最晚呢，麻烦各位民众呢，可以在10月31号前缴回我们的消防队。这摆消防花灯彩绘比赛以台南市古迹庙宇防火等图案为主题，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而选了后，有机会展示伫中正分队以及树顶武庙，将创意成果予民众欣赏。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